继续关心美国的生物制药厂猎户处罚制造细菌的检验剂这款做法，即马互认为讲，这是造成鱼数量减少的凶手。那安尼，即马已经开始影响生物链，连海鸟嘛已经减少。伫地球已经活超过4亿年，有活化石称呼会效，体内有抗菌能力的蓝色的血，是生物制药产业用来测试新药啊甲试剂安全性重要的细菌检验剂。近几年来，美国东海岸为缅因湾到佛罗里达州的后，互人大量掠去活体处罚了后，再个也放弃海洋。不过大部分到这一步，拢因为失血过多死亡。伫保育团体强烈的谴责，像查尔斯河实验室这种耗血试剂的制造商，都改用新的作业标准，通确保处罚的效会当有更较好的存活机会。不过照上去保育人士批评。The problem is they want to increase the kill. So this past fall, they wanted to open up the kill to females. So right now it's an all-male harvest. They want to open up a female harvest, and so we're standing against that. 当年生两个季节，一个高考规定出现伫个可乐部，这个含有丰富蛋白质的卵，是海龟、大鸟甲海鸥重要的食物之一，嘛是受到濒危物种法保护。红腹滨鱼主要的食物之一。保育人士讲，甲顶世纪90年代比起来，目前校卵的数量减少真侪，连带嘛，互受威胁的物种鸟啊生存更加困难。On Delaware Bay, we once had 100,000 eggs per square meter. So a meter is about a square yard, and that's on the surface. And so most of those eggs were making Delaware Bay thrive. Now we have about 10,000 eggs per square meter, so 1/10.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根据2016年的评估，将大西洋蟹列作易受害物种。当时根据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统计，红腹滨鱼为1980年代开始，数量就减少75%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